熟悉的航鸭鸟出现伫大型看板当中，也毋过这毋是台湾，是伫咧日本东京。2024台湾文博会头摆来到台南，文化局设计这只航鸭鸟，毋那吸引62万人潮来遛鸟，即马嘛要来互鸟仔来带日本人认捌台南。这只航鸭鸟在400年前，其实都一样，在往来于这个海洋的商船上，其实从印尼的巴达维亚，它可能到安平，也可能到日本，所以其实航鸭鸟它可以联系起400年前台南跟日本的一段历史。航鸭鸟呼应台南400的历史意义，嘛代表大航海时代的台湾文化。文化局先前嘛制作一支包含台南各节景点的宣传影片，伫欧美各大城市播送，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国际游客到台南观光旅游，体验古都的生活文化。巴黎的欧洲的行销，或者是这次在东京新宿地区的一个大型广告 LED， 事实上都让更多民众可以了解台南。那今年是台南400，我们从年初的台湾灯会到8月份的文博会，到10月份的台湾设计展，事实上都有许多大型的活动美不胜收。伫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当中，台南市并城市行销，加强国际社会对着台南的认捌，嘛传达台南早着伫400当前，着和国际社会交流互动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